发离对敌的攻击，对敌的威胁，离开乌暗，进入你所应允的光明中间。主献上阮的祈祷，伫你的面前，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咱只是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来兴旺咱富强教会，互富强教会真做一间传福音、学习主有事、兄弟姊妹和睦相处的教会。也为着所有咱的牧师团队、中职、同工，甲每一位朋友来祈祷，互大家有一颗谦卑的心，顺服灵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。也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来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来引带富强教会每一位家庭，成做一个听主有听的家庭，伫这中间，也恳求来祈祷，恳求主来引带富强教会所做的事工，拢会当应用上帝的名来行，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恳求你，持续使我教会，让弟兄妹心中充满信心、听信仰，给富强教会上传好，一件充满神上帝你所做的教会，让人了做基督传福音的前面，来对付反对的事。信心甲伊三甲敬拜，互因所献的拢是你所欢喜的，互这个细囝会当伫你的疼中间来长大，来成长，成做这个社会、这个社区、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的祝福。主啊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尊名。这是咱嘛为着两堂的礼拜。来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就咱今仔日两堂的礼拜，全然交托仰望伫主的圣手，恳求主的信心充满每一位座位，互坐伫座位中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领受对天来的福分，对天来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满满的恩典，就充满伫咱的中间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感谢你。专感谢你，今仔日互阮有份来到你的圣殿敬拜。主啊，将所有的座位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就是甲阮三角地带。主啊，你的信心就充满了每一位座位，每一位座位中的兄弟姊妹，都会当来领受上天的福分，上天的祝福。主啊，我来为着今仔日要传讲信息的张老师，来主啊，来祈祷，恳求主你的信心甲三角地带。对主所讲出来，拢是做主人做的，互听的甲讲的，拢咱白白一直祝福，一直主啊，将两堂的礼拜全然交托仰望于你的圣手，恳求主你来带领，你来引带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为我爱的心。
听人的情意，跟着我落无你，我失去你扶持，心事稳定甲安慰。你的爱真正甘美，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使咱就伫座位中，咱来起立，咱三角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自温柔的心事，念伫我的内心，陪伴我的心，心事平静甲安静，予我圆满祝福心。自听人的情意，跟着我拢无你，我失去你扶持，心事稳定甲安慰。你的听真正甘美，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你我行路的是最快道路，我的是最我命运之所在，肯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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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敬拜。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你无聊的所在，我要看你欣赏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可乐敬拜。无论拄着啥物环境，咱拢啊继持续来学乐来敬拜。上帝主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主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，主我们献上阮的献上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敬拜你的名字。全能上帝，你的作为何等美妙，万世哦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。
上帝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万世。我想来把。